Hello， 咁多位台仔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Easy， 我係風 Sir 啊。咁最近咧，風 Sir 咧收到好多家長同小朋友同我訴苦向我求助，就係講咩咧？小朋友咧覺得閱讀理解唔知道可以點溫啊，往往溫晒啲語文運用啊、標點啊、修辭啊、背埋詞語填充咧，覺得閱讀理解係冇得溫嘅。同埋第二樣啦，有小朋友咧可能根底真係麻麻地，或者英文叻過中文太多啊，所以閱讀理解咧真係一條都唔識做，好似完全冇希望。所以今日風 Sir 呢一條短片唔係教答題技巧，而係教同學仔你到底點樣去溫閱讀理解，或者你完全唔識嘅話，你到底點樣由零入手？一開始應該要學咩題型先？今日呢個係學習同溫習嘅策略，得唔得？綜合咗風 Sir 好多年嚟嘅教學心血，所以無論你係成績叻嘅小朋友，定係還是你完全唔識嘅小朋友，我相信你都可以有所得着嘅。俾心機去記好佢，知唔知道？嚟咯！第一樣嘢，點解小朋友會冇心機呢？就係話啦，我哋有時見到一去報咗啲補習班啊，可能報咗2-3個月嘅時候呢，佢越做越頹嘅，感覺上冇乜點改善。第一個原因啊，因為佢迷失咗方向。例如啦，我哋好統一見到小朋友閱讀理解差呢，就會下意識話：佢閱讀理解好差噶，風 Sir 你幫下佢啊，佢乜都唔識噶咁樣。咁小朋友就會好迷失啦。咁我唔識啊嘛，我真係唔識字啊嘛，咁冇得學噶。咁久而久之，佢咪越嚟越冇心機咯。又或者我哋揾唔到一啲啱嘅題目俾佢去入手。好啦，第二個原因，冇即時嘅回饋。好多時啊，小朋友就係話啦，佢學咗2堂啦，咁但係你會發現啦，我哋好多時咧，小朋友學嘅嘢咧，其實係佢呢個程度未必吸收得切。例如一個未識太多字嘅小朋友，我哋要佢掌握長答嘅答法，我哋要佢學閱讀理解選詞填充，我哋要佢揾感情嘅時候，佢一定揾唔到。咁你會發現啦，學咗一堆技巧，但係點啊？通常都冇用嘅，我唔學啦就冇晒心機。所以啦，其實我會覺得小朋友點解會學得冇心機呢？就係佢欠缺一個學習嘅方向同策略。所以啦，風 Sir 幫你準備嘅呢個策略，你記住幫我記好佢咯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嚟咯。其實我哋功課閱讀理解唔係4隻字咁簡單嘅，其實佢喺入邊咧會分4個層次嘅。我哋係由淺入深慢慢攻破去嘅。咁我慢慢同大家睇下啦。Level 1開始，由頭拆解到尾。咁呢個可以係你嘅學習策略。即係你完全唔識，你到底點入手呢？一開始學咩先呢？你都睇呢個。又或者佢可以係你溫書嘅策略。哇！我溫晒詞語填充咯，背晒修辭嗰啲咯。我真係想溫下閱讀理解，我到底由邊款開始溫起先好呢？呢個係你嘅學習策略，亦都係你嘅溫習策略。同我好好記低佢咯。好啦，嚟咯，咁我哋開始啦。第一種啊，第一階段啊 ，Level 1最容易入手嘅，我哋會叫做手法題。如果你溫書，又或者完全你真係完全唔係好識閱讀理解嘅話呢，第一種最應該學嘅題型就係呢一隻。你有時喺考試卷度會見到噶，文章第3、第4段用咗咩說明手法啊？呢個屬於咩題材啊？呢啲咩實用文文體啊？呢種題型有啲咩特色呢？就係佢對閱讀理解嘅能力要求係唔高噶，而且佢每次問親呢一種題目嘅時候呢，佢已經係有固定幾個答案俾你揀噶。例如問文章題材，就小學不外乎咩啊？記敘文、說明文、描寫文、議論文、遊記啦。實用文文體有啲咩啊？日記、周記、書信、便條、通告、邀請卡，係咪？說明手法不外乎嗰幾種啦，舉例啦、引用啦、數字啦、比較啦，係咪？諸如此類。嗱，所以咧呢種題目係有固定答案噶，你記熟咗個口訣就自然會答到嘅，未必需要完全理解到篇文章嘅內容，係可以背到出嚟嘅。呢個同學仔，你溫書係應該 Level 1優先溫嘅嘢嚟嘅。又或者小朋友完全唔識中文，閱讀理解完全搞唔掂，呢個亦都係佢 Level 1優先要學嘅題目嚟嘅，因為佢只要肯背就有分㗎啦。佢睇文章唔使睇太多，佢都會答得到嘅。呢個係你應該優先處理嘅。好啦，當你 Level 1搞掂咗咯，我想攞多少少分咯，風 Sir。咁 Level 2基本資料題啦，喺咩情況下我哋會啱用呢？就例如啦，你會見到小朋友有時佢閱讀理解考3篇嘅，得嗰45分鐘嘅啫，佢完全做唔切嘅，根底未必太好嘅時候，咁 Level 2你應該係專攻呢種基本資料題嘅，例如呢啲啦。點解佢會用啲水泥嘅？媽咪係透過啲乜嘢得知資訊㗎？以下邊一個符合集郵簿嘅描述啊？咁呢種題目有一個咩特色呢？就係你唔使睇晒成篇文章先揾到答案㗎。通常個答案係出現喺特定嘅範圍度㗎，例如你望下嗰句嘅前後啊。
又或者你淨係望第二段就做得到啊？你唔使 get 晒成篇文章先啊，咁你就唔使睇咁多字，但係都攞到分啦。嗱，例如我去做呢條啦，建築師修建哈利法塔嘅地基點樣用高密度水泥嗱？如果真係做呢條嘅時候，其實你基本上係唔會望晒成篇文章啊，你一定係揾高密度水泥揾呢個字喺文章度，跟住揾哈利法塔地基，跟住就望前後，通常就有答案嘅。你唔使 get 晒成篇文章嘅。呢一種題目係你除咗手法題之外，第二優先要去學嘅題型嚟嘅。咁我相信你手法題答到，基本資料題答到啲咧，小朋友應該唔會閱讀理解一條都做唔到嘅。係啦，咁你語文運用再穩陣多少少，詞語填充有溫熟嘅話咧，中文卷要合格咧，應該係做得到嘅。好啦，嗱，咁如果家長你或者小朋友同我講，喂，風 Sir， 我聽完之後咧，我真係想試下呢個策略啊，但係咧揭中文書好煩，或者我手頭上冇咁多閱讀理解嘅素材，咁點算啊？嗱，咁風 Sir 咧同你推薦一下咧我嘅閱讀理解課程啦，我嘅情分取經秘笈閱讀理解西遊篇，咁呢一個係我多年嘅教學心血嚟嘅，咁就一共6堂 video， 全部都係以專攻閱讀理解，分晒唔同嘅題材。頭先 Level 1嘅手法題，小學所有會教嘅手法，我全部會寫晒，例如說明文嘅說明手法啦，記敘文嘅記敘手法啦，人物描寫手法啦，描寫文嘅景物描寫手法啦，議論文嘅論證手法咧，我全部會喺入邊教晒嘅。基本嘅題型同高階嘅題型，我全部會拆解晒，小朋友又可以記可以背嘅，同埋會有一啲常見嘅生字俾埋佢哋。咁我相信咧，你攞住呢一套課程，再加埋我嘅溫習策略咧，無論咩程度嘅小朋友，你睇完都可以有進步嘅。好啦，嗱，咁原價咧就2100蚊，咁我哋而家做緊7折優惠，咁另外啦，再加推多一個優惠俾大家。只要咧你喺購買嘅時候喺我哋購買頁面嗰度輸入我哋嘅優惠碼 FUNGSIR150，咁我哋咧就會喺個折扣價上面再減多150，咁所以咧呢個價錢咧前所未有，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啦，得唔得？課程介紹完啦，咁跟住我哋去到下一個階段咯，咁我課程都會涵蓋埋嘅，呢個叫技巧題。好啦，咩叫技巧題咧？就係話啦，小朋友開始睇到少少嘅題目，能夠基本理解到文章啦，但係唔能夠再進一步。點解呢？呢啲題目相信大家好熟哦。本文的主要內容是作者藉住本文做啲咩呢？第3段嘅內容重點段落大意係咩？你會發現你睇得明成篇文章每一隻字，但係呢啲題目你都未必做得到。呢種題型嘅最大特色係咩呢？冇得照抄。所以咧，你要做到呢種題目咧，你要透過特定嘅答題技巧去揾答案。咁嗱，你關於一啲呢種題目，例如主旨啊、主要目的題到底點做呢？你可以參考我嘅課程啦，又或者你睇翻我之前依時學嘅教學短片，其實入邊都有描述到嘅。咁你最緊要記好咗佢先，得唔得？咁呢種題目呢，就係啦，開始睇得明篇文章啦，唔識嘅字唔算太多，咁你又想攻破佢，想攞多啲分數嘅時候呢，呢種題目係你第3樣要溫嘅。係啦，記水答題技巧，例如主旨題有啲咩技巧啊？描寫文嘅主要目的係啲咩啊？全部係有得記有得背嘅。咁你記熟咗呢個技巧佢得唔得？咁你就可以完成埋第3階段啦。好，去到 Level 4啦，呢種係屬於咧閱讀理解最難題型嚟嘅，深層意思或者叫字詞題啦。例如呢一個啦，通常咧見到頭2條咧就完全咧拗晒頭噶啦，小朋友係嘛？好難捉摸啊！係咪覺得好難捉摸咯？係嘛？哇！詞語填充我次次都做錯嘅，一題都填唔啱。跟住啦，右邊呢啲問感情惋惜咩意思啊？跟住呢啲句子係咩嚟㗎？有咩啟示啊？嗱，呢啲咧係屬於最難嘅題型嚟嘅，需要嘅嘢2樣。第一，答題技巧要有，咁我喺課程入邊會有講解啦。第二，你亦都需要日常嘅閱讀量足夠累積得到，因為呢種題目嘅最大特色係咩呢？技巧可以幫你做到一半，但係未必100% 幫你做到晒嘅。例如選詞填充題，我嘅詞語填充3絕技啦：詞性、語境、配搭。詞性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，你分得到啊？我幫你揾到啊。語境你大概揾到個意思啦。但係配搭有時咧嗰條題目有3個近義詞，到底有啲乜嘢分別呢？咁呢個就真係考啲根底啦。但係起碼幫你做到，幫你揾到個大概方向先。大概你做到1半至到80%啦。咁剩低你真係要100% 中嘅話呢，就真係要透過日常累積去提升你嘅語感嘅。咁呢一 part 到底應該點做呢？所以我成日都話呢種題目唔應該最早溫嘅，因為咧呢種係好考基本功嘅。咁所以啦，其實當小朋友溫熟咗頭3種題型嘅時候，佢嘅根基已經有翻咁上下啦。咁去到第4階段，佢再慢慢浸嘅時候，咁呢一部分就可以做埋啦。
咁所以啦，如果現階段真係基本功未必太好嘅小朋友咧，呢種題目你可以慢慢睇，你應該優先學咗頭3種題型先嘅。咁加埋呢一個平時你嘅閱讀量夠啦，加埋個技巧背得熟啦，咁加埋呢2樣嘢嘅話，你就可以攻破埋第4種題型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嗱咁所以咧呢一度啦，咁啊勉勵一下咁多位小朋友啦，咁我相信咧咁多位小朋友或者家長都好啦，都試過小朋友已經可能揾過好多個補習老師啊，又或者試過好多方法啦，睇書佢唔肯睇喎，封 Sir 點搞啊？覺得小朋友真係好似冇乜希望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都想同你哋講啊，就係啦，每一位高手咧其實都一開始做過新手嘅，有去 C 朗啊、美斯啊去踢波嘅時候，而家咁犀利啊，但係一開始佢都唔識踢噶啦。咁所以啦，佢都會經歷過新手呢個階段嘅，只要你持之以恆，同埋你揾到啱嘅目標，我相信你哋一定可以成功噶。俾心機，加油 ，OK？ 俾啲心機，知唔知道？俾一個最後嘅機會自己，跟足呢個策略去，我相信你可以今次點都一定會有進步嘅，得唔得？俾心機，有任何唔明白嘅地方，歡迎你 Facebook、WhatsApp 嚟問我，得唔得？希望呢條短片可以幫到大家，幫到好多位咧，俾閱讀理解害得好慘嘅小朋友可以有所突破啦。OK？ 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另外，我發現我自己打錯標點，呢個位咧應該寫翻個逗號俾佢噶。好啦，咁我係風 Sir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